嗡少利少利摩诃少利少少利梭哈，嗡少得利少得利少摩利少摩利梭哈，嗡哇吉拉达呵呵吽，南无三摩多摩多南，嗡多鲁多鲁地利梭哈。地藏菩薩本願經，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8000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迦樓集會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調伏剛強眾生。知苦拗法各卷使者問訊世尊，是時如來含笑放8000萬億大光明雲。所謂大圓滿光明雲、大慈悲光明雲、大智慧光明雲、大般若光明雲、大三昧光明雲、大吉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大功德光明雲、大歸依光明雲、大燦爛光明雲，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耳。由出眾種微妙之音，所謂檀波羅蜜音、尸波羅蜜音、羼提波羅蜜音、毗梨耶波羅蜜音、禪波羅蜜音、般若波羅蜜音、慈悲音、喜捨音、解脫音、無礙音、智慧音、大法富足，自廿日多成佛以來，六道眾生顯令道脫為現世尊，若一有類，以時佛告地藏菩薩：一切眾生未解脫者，性色無定，惡習結業，善習結果為善，為惡續境而生輪轉道，暫無一好色。動經塵結迷惑障眼遇如，由妄障事上善思念之唔當為語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亞僧祇，那由他不可說劫。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事。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6萬劫，未出家時為小國王，與一輪國王為。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地獄名號品第5。以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地藏菩薩言：仁者願為天龍四種及未來世，現在一切眾生說娑婆世界及閻浮提最苦眾生所受報處地獄名號及惡報等事，使未來世無法眾生知是果報。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略說地獄名號及罪報惡報之事。仁者閻浮提東方有三好有天。利益存亡品第7。以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罪報，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要惡言念念增益，是等輩人如理泥塗，富於盡石漸君漸重，觸步深水。若得遇知識，替以減負下傳與父，是知識有大力故，復相輔助，勸令雷腳。若踏平地，雖省惡路，無在經歷世尊雜惡眾生，隨千途間，便知無量是諸眾生有如此習，臨命終時父母眷屬，以為切腹，以知前路或如好言啟問，地藏宏開，三途六道絕塵埃，好寶問如來，受記十齋，接引上蓮台。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較量布施功德緣品第10。以時地藏菩薩摩訶薩成佛威神重坐，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觀業道眾生，較量布施有輕有重，有1生受福，有10生受福，有8000生受大福利者，是云何？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以時佛告地藏菩薩：吾今於忉利天宮一切眾會，說閻浮提布施較量功德輕重，汝當諦聽，吾為汝說。地藏白佛言：我兒是願樂欲聞。佛告地藏菩薩：南閻浮提有諸國王、宰父、大聖、大長者、大剎利、大婆羅門等，若遇最下貧窮，乃至聾殘、暗啞、聾痴、無目，如是種種不緣具者，會中有一菩薩名虛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忉利聞於如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不可思議。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龍聞此經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禮形象，得幾種福利，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等略如說之。佛告虛空藏菩薩：諦聽，唔當為語，分別說之。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象物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花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瞻禮讚歎瞻禮，得28種利益。一者天龍護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集聖順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豐足，六者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九者人見陰莖，十者神鬼在前，11者女轉男生，12者為王神女，13端正相好，14者得生天上，15者多或為帝王，16者宿智明通，17者有求皆從，18者眷屬歡樂，19者諸橫消滅，20者業道永除，21者去處盡通，22者夜夢安樂，23者思亡離苦，24者宿福受生，25者諸聖讚歎，26者充蒙利根，27者瑤池敏心，28者不境成佛。
福祉香藏菩薩，讓現在未來天龍鬼神為聞地藏名、禮地藏形或聞地藏本願試行，讚歎瞻禮得7種利益：一者速超勝利，二者惡業消滅，三者諸佛護臨，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長寶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不境成佛。爾時十方一切諸來不可說不可說，佛如來及大菩薩、天龍八部聞釋迦牟尼佛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大威神力不可思議，歎未曾有。是時忉利天與無量香花天衣諸應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薩，以一切眾會屈服瞻禮，合掌而退。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哩波哩波啲坐一坐一啲，拖羅哩啲哩呀啦啲，嗶哩哩啲摩加啲真靈加啲梭哈。哩波哩波啲坐一坐一啲，拖羅哩啲哩呀啦啲，嗶哩哩啲摩加啲真靈加啲梭哈。哩波哩波啲坐一坐一啲，拖羅哩啲哩呀啦啲，嗶哩哩啲摩加啲真靈加啲梭哈。地藏本誓較量經因，龍塵暗啞遲前生，今世奉大成，福利無窮，決定保年生。南無地藏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菩薩摩訶薩。感謝二聖公、洪聖大王爺爺、車公爺爺、叔老爺爺、執事爺爺、判官爺爺、60甲子統帥斗姆元君爺爺、60甲子太歲爺爺，一路扶持弟子，感謝神恩。咁啊，將地藏菩薩本願經呢13品，咁啊回向俾呢個大埔宏福苑，咁啊所有死難者，咁啊希望佢哋都得以超生，去到西方極樂世界，咁啊繼續佢哋嘅修行。